精神健康問題係香港近年嚟好受到大家關注嘅話題，所以咧喺我哋今次嘅新課程巡禮，好開心邀請到香港城市大學嘅楊教授，同我哋一齊分享下，同埋去探討下呢方面嘅問題㗎。楊教授你好。你好啊。先問下啦，就係香港嘅精神健康問題啦，係點樣嘅咧？其實精神病咧好影響一個人嗰個嘅身心靈健康同埋生活品質嘅。例如咧，患者咧佢哋情緒咧可能好唔穩定啦。有部分嘅患者咧可能會好抑鬱、好低沉，覺得自己好冇用咁樣。亦都有部分患者咧好擔心呢樣、擔心嗰樣，好多焦慮啊咁樣。亦都有部分患者咧，佢可能咧容易掹疹啊、發脾氣啊咁樣。喺身體方面咧，佢哋咧都可能好多唔舒服嘅。例如咧，有一部分嘅朋友咧，佢可能會係有頭痛啊、心口痛啊、胃痛啊、胃口欠佳，體重咧可能會下降、落晒形咁樣嘅。咁佢睡眠嘅質素咧都係唔好嘅。喺人際相處上面咧，佢哋咧可能會出現問題嘅。有部分咧會係容易係同人有爭執啦，亦都有部分咧係會孤立自己、收埋自己，就唔同人相處嘅。咁亦都有部分嘅病患者咧，佢哋咧係唔能夠繼續學業同埋嗰個工作嘅，可能佢哋需要咧係停工啊，或者停學一段時間咁樣嘅。好多病患者咧，佢哋都係覺得患咗病之後咧好羞恥啊，覺得自己問題。好懷疑自己嘅價值，好懷疑自己人生嘅。咁所以部分嘅患者咧，佢哋甚至出現一啲嘅自殺嘅念頭啊，一啲傷害自己嘅行為等等咁樣嘅。咁有啲咩咧可以舒緩到精神健康問題嘅方法㗎？其實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，都能夠幫到咧啲有病嘅病患者嘅。例如咧，可能係精神科藥物啦，可以有效去減輕一啲精神病嘅症狀嘅。唔同嘅專業嘅同工，例如社工啊、輔導員啊、護士啊、職業治療師咧，都係透過唔同嘅方法咧，係幫佢哋嘅。例如咧，佢哋可以透過心理輔導啦，或者係咧治療小組啦，去減輕一啲病患者嘅精神病嘅症狀嘅。另外咧，啲專業人士咧，同埋啲社會服務機構咧，可以透過唔同嘅方法啦，例如係一啲僱主嘅網絡啊，或者係咧係社會企業啊，去為啲復原人士咧，去提供一啲就業機會。同埋就業嘅培訓，令到佢哋咧能夠咧更加去復原啊、融入社會啊等等嘅。面對香港嘅精神健康問題啦，咁社工啊同輔導員可以點做啊？事實上咧喺香港有唔同嘅服務嘅單位咧，已經係為一啲患咗精神病嘅朋友咧提供一啲服務噶啦。呢啲服務單位咧可以好多嘅，例如係可能係中小學嘅學校社工服務啦、青少年中心啦、外展工作啦、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啦、長者中心啦、職業復康中心啦，同埋咧係唔同嘅精神復康嘅單位等等。咁對呢個全新課程咧有興趣嘅朋友啦，有啲咩注意嘅地方啊？呢一個叫做 Clinical Mental Health Practice 呢一個碩士課程咧，就會係喺2025年嘅9月咧就正式開辦噶啦。咁其實而家咧可以接受咧唔同嘅專業同工去申請報讀嘅。咁咧就我哋會採取一個額滿即止嘅原則。所以早啲報讀咧，應該有着數嘅。作為社工或者係輔導員嘅你，不論係從事邊個服務領域，都有機會處理到精神健康問題。如果大家係想為香港推動精神健康出一分力嘅話，不妨報讀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新推出嘅課程《臨床精神健康實踐》。如果大家係想了解更多嘅資訊，可以掃下畫面上面 QR code，咁就知道更多嘅詳情㗎啦。